嚟到論孝嘅重點。論孝比較簡單，因為佢大概只係有4段嘅文字、4段嘅句子，我就用咗呢4個嚟做總結嘅，一個為，兩個敬，一個廉。我哋由呢4個字一齊睇下論孝呢個篇章係講乜嘢。首先，孟懿子問孝，子曰：無為。咁孟懿子就問孔子咩叫孝啦？孔子就講無為咁。為我哋一般會解係違背。一般嚟講，主流嘅意見認為咩叫唔好違背啊？孝即係唔好違背父母嘅意願。父母講乜我哋就聽乜，呢個唔違背父母嘅意願就係叫孝。呢個係主流嘅意見，但係未必係孔子嘅意見。大家試諗一下，呢一個講法其實有啲唔合理嘅地方。唔通父母叫我哋殺人放火，或者父母做壞事，我哋都唔違背佢嘅意願咩？應該就唔可能啦。咁因此後面就補充啦。孔子咧就同范遲講，啱啱咧孟孫咧問我咩叫孝，我同佢講無為。孟遲就問咩叫無為啊？孔子就話啦：生事之以禮，死葬之以禮，祭之以禮。原來呢個無為係針對個禮字去講嘅。換言之，無為即係唔做違背禮節嘅事。具體嚟講，可以分3個場景去講嘅。父母在生嘅時候，係以禮節去侍奉父母。父母死嘅時候，父母死去啦，係以禮節去葬佢哋。亦都係需要以禮去拜祭。呢3個嘅場景都需要用禮去完成，都不能夠違背禮節。呢個就係解孝啦。父母在生嘅時候，我哋要以禮去相待啦。咁一般嚟講，我哋要對父母有禮貌啦。咁除咗有禮貌之外，仲有好多，例如我哋需要對住父母和顏悅色啊，等等，呢啲都係同禮有關嘅。父母死咗之後，我哋人死為大。父母死咗之後過咗身啦，咁我哋都要以禮節去埋葬，不能夠將父母嘅可能遺體咧周圍遺棄咁樣嘅，亦都要每逢一啲嘅重要嘅節日都要拜祭佢哋，或者喺屋企拜祭佢哋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承上題啦，點樣先至做到無為咧？父母在生嘅時候，子女按照禮節去侍奉佢哋；父母離世之後，子女按照咧禮節同埋去安葬同埋拜祭佢。咁呢個咧就係無為嘅意思。無為即係唔違背禮節。第2段啦，敬。子游問孝，子曰：今之孝者，是為能養。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我哋一般主流嘅意見都係認為咩叫做養，咩叫做孝咧？就即係可以俾足夠嘅飯父母食，父母唔會餓親，咁就係孝啦。咁但係一般嚟講，我哋養一隻馬、養一隻狗，其實都係會俾飽飯佢食嘅喎。咁樣養父母，咪即係等於養犬馬？唔係，養父母同養犬馬係唔同嘅。養犬馬，我哋當佢係寵物，當佢係我哋工具。但係養父母嘅時候，我哋養嘅時候咧，係帶住一種敬意，係去供養父母、俾飯父母食等等。咁呢個就係養父母同埋養犬馬嘅區別啦。呢一度個敬字係解我哋係要供養父母，行為上要供養父母，態度上要尊敬父母。我哋唔可以一路供養父母，一路對父母黑口黑面，一路對父母冇禮貌，一路埋怨父母，係唔得嘅。我哋嘅供養行為必須係要真心誠意咁尊敬父母作為基礎。第3，子曰：事父母機奸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為，勞而不怨。呢度就解決咗我啱啱提出嘅問題。如果父母做錯事嘅時候，我哋需要點樣對待父母？
呢度孔子提出，我哋唔係應該盲目咁樣順從父母，我哋係應該去勸諫父母嘅。咁呢一度用咗另外一個敬啦。父母有過失嘅時候，我哋應該機諫，係婉言勸諫。記住，我哋勸諫父母嘅時候，態度需要良好，我哋不能夠直斥其非，我哋不能夠用惡劣嘅態度去斥責父母，因為咁樣係不孝，對父母係不敬，亦都令父母嘅內心係難以接受。我哋必須用非常之有禮貌、婉言嘅勸諫，令到父母一方面可以改過，另外一方面亦都唔會因為自己做錯事被批評而感到難過。因此係要以婉言嘅勸諫嘅。即使父母唔聽從自己嘅想法，亦都係要態度恭敬，唔好冒犯父母。呢一度我用另外一隻顏色筆間低。不為嘅意思係不冒犯父母，而無為嘅意思係不違背禮節。呢一度兩個為係指向緊唔同嘅對象嘅。即使勸諫嘅時候感到勞苦，亦都唔會怨恨，亦都唔會埋怨父母。呢一度我哋可以做一個少少嘅補充啦。其實呢個為字又敬不為，勞而不怨。呢個勞字咧，有一啲人認為咧係解勞苦咁樣啦。咁但係其實咧喺 EDB 我喺我哋嘅教育局咧，佢係解擔憂咁解。咁所以呢度我哋可以更正一下。即使因為勸諫嘅時候咧，即使咧係擔憂，我哋即使咧係為父母擔憂，係但不會怨恨。我哋會擔心父母做錯事、做壞事，會唔會坐監？會唔會一錯再錯？會唔會令到佢嘅道德受損？我哋為父母感到擔憂，但我哋唔會怨恨父母。好，最後一個啦，係年。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。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。父母嘅年固然係講緊年齡啦，我哋一定要知道父母嘅年齡，不能夠不知道嘅。好，係啦，因為我哋知道父母嘅年齡，就可以感到歡喜同埋感到恐懼。喜嘅係我哋由正面咁睇，因為父母長壽而感到高興；恐懼因為父母衰老啦，可能慢慢會日漸蒼老，可能會多咗病痛，我哋而感到恐懼、感到憂懼咁樣。咁呢度咧就係我哋補充翻上面啦。咁啊，侍奉父母嘅時候，我哋要心存敬意。呢度係第二個敬。一般人認為供養父母就係孝，但係孔子認為，如果唔供養父母嘅時候唔心存敬意，就同養馬養狗係冇分別。因此帶出咧要敬重父母啊。咁呢一度我哋有5個 point 夾埋係4點，一個為，兩個敬，一個年。希望呢條影片幫助到大家溫習。拜拜。